况内底根本无啦。你比如美国甲海山这啊，这来做国家你的当时做来讲，在目前来讲，这基本是一个成本，是一个成本尔。但是在都建都是这样。应该也有开悟，好，相当的开悟，好，非常的开悟，好，所以呢，应该来讲呢，咱就下今舍不得来做结论。你解拄着这种的即心当中，也敢若讲有是对外在所定啊，真正当你去掉了这种自我之间有咱自己，
卦，伊就产生这种，哦，就做到一个关键做幽默，随即心，哦，伊讲幽默随心就讲，你在迄个卦即条开始时阵，你准备犯罪，你准备犯罪，所以有迄个卦当中迄意念，互咱的心活得到真正意有关系。所以呢，咱要真正解决掉这因缘当中，一定要有咱自己的手。所以呢，你解决掉这因缘呢，一定要先拍卦掉这个卦掉。啊，咱会当拍卦掉卦是掉呢，解除掉咱内心迄个框框，咱叫迄个框框放弃，将迄个框框拍开。啊，那么用啥？用慈悲的心，去面对着人我一切事对一切因。那么在这个当下呢，咱用咱的心上大，会当甲咱人会当甲真理相通，会当甲一切诸佛相通。啊，各位姐妹安尼好不好？好。好哈，既然这样，因为我新春甲咱用迄义务啊，咱未来受到我咱用这种的心态，用这种的心情，用这种的看法来做咱受到一个指标。那么相信咱的心灵来当提升到这个层次，咱在一切因素因的修道内底，相信咱一定可以快乐。那么，因为时间到，就把所准备的这个题材讲起来，我讲解完这个吼，但是总是话讲真心来讲，咱各位咱真心来体会来听。那么在听甲受的内容内底，咱中间咱爱有啥？爱有第一个关键。好，这个第一个关键，不管是年轻的、年老的，其实在年龄上有变，是咱这个心上有变，在咱本来自身内底有变。先哥是讲修这古代时，先哥讲你即马把介绍你先介绍先